拥有下铺小寒帮忙是什么体验？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传说，他一天做的菜能喂饱一个寝室。小着备菜配场：牛肉末细腻，西兰花碎鲜嫩，胡萝卜丝亮眼，土豆丁软糯，还有宝宝辅食面待命，把它们一股脑丢进沸锅里。当年熄灯后的女生寝室也是这阵仗，现在煮到食材软烂，面条入味，跟变魔法似的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妈就有2个爱好：做美食和自己吃掉。妈，那是我的，你能不能留一口？有时候我看着她做我的辅食，我就知道这顿我又吃不到了。我妈做饭确实好吃，但我怎么感觉她比我更享受？虽然我妈很离谱，但有这样一位妈妈好像也还不错。